Hello，我係 Rachel，今日帶大家嚟到朗圖參觀一間非常之罕有放盤嘅3房1套連一線海景嘅單位。事不宜遲啊，我哋即刻喺單位度參觀下。白石角朗圖係最靠近科學園嘅一個屋苑，成個朗圖嘅前排海景單位呢，就只有呢一個則呢係3房1套，仲要加埋個工人套房嘅。廚房採用 U 型嘅工作台面設計，附有足夠嘅備餐空間同埋儲物空間，而入面就係工人套房嘅位置。一字形嘅客飯廳，客廳採用落地嘅玻璃窗，外接一個非常之闊落嘅露台，望出去呢就係完全無遮擋嘅吐露港海景。側邊更加附設角窗，採入更多嘅自然光。客廳闊約4米，可以擺放更多大型嘅家具。飯廳位置可以擺放6至8人嘅大餐桌。左手邊第一間睡房，長約3.5米乘以2.5米，見到擺完張雙人床，仲可以擺到張大書台。而浴室就係採用浴缸嘅設計。走廊轉角位亦都預留咗衣櫃或者飾物櫃嘅位置，為你提供更加多嘅收納空間。後面呢一間睡房就望返內園嘅景觀，可以見到擺完大型嘅家具，仲有非常之闊落嘅活動空間。最後就嚟到主人套房嘅位置，同樣係望住咁靚嘅海景，亦都預留咗衣帽間嘅位。主人浴室同樣都係乾濕分離嘅浴缸設計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或者想睇類似嘅單位，就歡迎預約我睇樓啦。拜拜。